賭場係咁起，買樓唔道理，出街又塞車，派錢呃自己。澳門就是與別不同，澳門事唔知話你知，唔識學到識，麥靠套套識，澳門通通識。好，預備開始。澳門通通識最後一節，喂，首歌係咪好鬼正啊 ，Marco？我聽過好多次，即係不停無限 loop 咁樣樣啊！係啊，無限 loop，而家網上好多版本嘅，不停無限 loop，又有呢個中文翻譯版本啊，又有紅軍版本啊，進擊之巨鴨啊，進擊之印度人啊，係啊，好鬼多版本嘅。咁啊，大家啊 Google 下進擊之嘟嘟咧，咁就覺得好玩嘅啦。其實我哋節目未開始之前咧，我哋雷師大佬咧都喺度咆哮咗大概10分鐘，唔知跑佢啲私人事務咧都可以叫進擊嘅老師咁樣。咁啊，唔好咆哮啦，嚇親啲觀眾啦嚇。咁我哋啊講翻啲開心嘢啦。開心嘢即係見到我哋啲銀紙啊猛咁貶值啊，咁啊人民幣猛咁升值啦，同埋啲嘢越嚟越貴啦。其實我哋覺唔覺得真係有點肉痛嘅咧？係啊，咁啊好彩地啊，日元咧都近排跌得幾嘅。即係近排即係跌嘅日本嘅，終於肯印銀紙啦！終於都肯印銀紙啦！嗱咁啊頭先啊講完啊日本動漫之後咧，我哋又講下日本yen、日本旅行啦。工作咁大壓力啊，應該要嘅話去開心下嘅，係咪先啦？嗱，你睇嗰個 Facebook 咧，哇，個個都討論呢個話題，幾時出動去日本啊？換定日元定 yen 啦？係啊，好似當咗日本嗰個輻射好似唔存在咁啦，已經。咁日本輻射的確係唔係好嚴重嘅，因為日本人係唔會對自己差嘅。輻射咧只係存在喺呢個福島以外嘅一啲嘅周邊一少少地區嘅啫，大家唔需要擔心日本嘅旅行安全。最少我相信日本政府對佢人民應該都幾好嘅。我唔知啊，淨係知道成個海俾佢污染晒啫，有真係唔關佢日本大部分。你呢個講法我相當有保留，當然都唔係重點。講翻啲休閒嘢先。咁啊休閒嘢啦，咁啊我哋好多即係我真係未去日本，但係聽好多嘅朋友啊、親戚啊喺日本返完翻嚟之後咧，哇！真係樂極忘形啊，愛不釋手啊，又買手機啊，又買相機啊，又買手錶啊，哇！真係見到日本 yen 貶值，其實係咪真係令到日本經濟真係好起嚟咧？我又唔敢包，不過咧肯定會做出一樣嘢，就係乜嘢咧？令到日本嗰啲老人家咧，佢哋逼住佢哋將啲錢咧去投放翻落個社會嗰度嘅。即係佢哋上一代咧就賺埋賣，咁賺埋賣就唔捨一使，咁啊儲埋，咁啊通貨緊縮咯。咁日本而家終於可以步入呢個通脹嘅年代，大家都視通脹為洪水猛獸，但係日本人好似好歡迎㗎喎。過去唔歡迎嘅就係印銀紙之前係唔歡迎㗎。頭先你講啦，其實係佢唔肯印銀紙，咁個經濟又一路衰退，咁你啲人賺咗個錢咪儲埋喺度唔使咯。係啦。一定唔使㗎，冇有消費啊嘛。咁其實咧睇翻日本，其實之前都幾年個經濟又好差，政治又好動盪咁樣樣。好似好動盪啊！對澳門人嚟講啦，成日都話成日換嚟換去，好亂咯咁樣，好亂咯。係啦，咁我哋又和諧穩定。係啦，佢覺得好唔和諧嘛，澳門人覺得呢啲嘢好唔和諧啊。唔緊要啊，咁旅行嗰度仲有啲咩講嘅？旅行啊，冇啊，咁啊建議大家即係你會起行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咁我就起行㗎啦。咁啊，除咗呢個福島以外咧，咁其他地方咧都好值得去嘅。比如可以去呢個靖國神社，唔好意思，唔係，即係可以參觀下啦。靖國神社爆粗都可以宣示下主權啦，係咪先啊？你可以攞啲咧一支紅色底有5粒星喺上面嗰啲嘢咧，去搖下睇下有冇人打你咯。即係我咁人哋又當你傻啊，即係我唔會打你嘅。咁啊係啦，日本人咧只係當你傻，大部分都係。咁除非你見到啲極右翼嘅喺入邊啦，咁我相信咧日本人咧係一個禮儀之邦嚟嘅。我諗你揈青天白日滿地紅，佢都唔知咩嚟添。係啊，唔係呢個可能知啊，因為咧台灣人咧同日本人咧有一種好深厚嘅
感情關係，因為始終喺日本人係對台灣啦，佢哋嗰個管治咧尚唔算太血腥咧。實際上好多而家嘅台灣本地人咧，對日本嗰種感覺咧係冇咗我哋以前中國人嗰度3年8個月嗰類嘅思想嘅。因為過咗3、4代啦嘛。因為係喺佢入邊已經過3、4代人，因為曾經被統治咗成個半個世紀。自從甲午戰爭割讓咗1894年之後，即係嗰啲直接受過日據時期嗰啲老人家死得七七八八啦。係啦，咁你過咗幾代就覺得，咦，好日本你好正咁喎咁樣。有啲似香港澳門過咗幾代嗰啲人，佢唔會唔會提嗰啲殖民時期嗰啲嘢㗎嘛。因此台灣咧，其實好多個程度上面咧係學咗日本好多嘢。甚至係點解呢近年嘅關係更加好，就係即係唔係咁好嘅原因，就係個福島地嗰個嘛，就係台灣人就幫咗日本好多啦，捐咗好多錢，甚至令到你前一排冇睇嗰個台灣嗰個棒球嗰個啊？哦，有睇嗰個。係啦，咁你咪見到你明明嗰個中華隊即係台灣啦，中華就對日本嗰場，係啦，你都會見到日本嗰啲。即係日本隊啲球迷啦，就拎住一馬一齊感謝台灣民族咁樣嘅。係啦，其實咧即係日本人咧被台灣去效法咧，咁亦都有佢嘅本身嘅歷史原因嘅，因為當時候日本人的確將好多嘅制度咧，咁啊就植咗入去台灣人本身。咁而家台灣人咧本身你都知道有好大部分都係福建裔啦，咁同入福建裔嘅人咧，同台灣人同翻台灣人本身一啲嘅本地嘅山地原住民啦，同呢一堆人佢哋本身嗰種性格咧，同日本人嗰種自強不息嗰種好講義氣嘅性格咧，亦都相對地接近嘅。其實有啲人話點解台灣人日本仔願意去教化統治佢咧，黃化佢咧？即係佢覺得呢個民族呢入邊嘅人啊，係同佢哋有一種相似嘅地方嘅。咁比起我哋中原嘅中國人啊，咁其實就算係台灣到咗幾十年後，其實好多文化直接係 under 日本，自己甚至唔發展。好似頭先我哋講啲漫畫啦，台灣近乎係冇自己漫畫，佢完全抄晒日本，佢完全本地漫畫係死亡，係冇人畫嘅。台灣好得意嘅。反而香港都有啲咩龍虎門啊呢類嗰啲漫畫，咩街頭霸王呢啲好早期。呢個我反而覺得咧係佢嗰個創意工業嗰個轉型啊發展有關嘅。譬如話香港有一輪係港漫係好 hit 嘅，賺好多錢，老細做晒億萬富翁嘅。咁但係台灣咧動漫係搞過好多輪，亦都有啲好作品，但係亦都係搞唔起。但係報道戲又搞得起喎。你用呢套嘢放落去，即係叫做實物動畫嚟講咧，喂，布袋戲嗰啲藏鏡人啊嗰啲，哇做 N 咁多集係好好銷量嘅喎，佢亦都將一個傳統嘅文化升華至到商品化、流行文化又得咗喎。佢布袋戲有計，但係咧動漫就冇計，冇辦法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可惜啦，即係布袋戲就喺呢度就唔係好流行。我係幾中意睇嘅，我係幾中意睇。即係以前咩大魚俠史艷文咧，曾經喺我哋某間而家應該就係執嘅電視台播過嘅。睇晒㗎嗰陣。其實我覺得古仔係幾好其實應該都係都係到中國本來嘅文化嚟嘅。福建人就成日玩添。以前我成日去福建嗰陣見好多人喺街頭好多布袋戲嘅，都係一樣。係啦，佢可以將呢樣嘢無厘頭兼科幻化，又有啲特攝 feel 咁樣咁玩法咧，其實幾大膽，佢有成功咗嘅。咁但係對比翻動漫嚟講，佢到嚟而家都係至於一係咧有啲好獨立嘅短片贏晒獎，一係。即係點講話，佢都好難會係好流行化咯，漫畫方面。反而咧，你一啲香港嘅漫畫家咧，趁一啲台灣嘅漫畫出版公司都仲有啲作品出嚟，即係一個好奇怪嘅化學作用咯。咁其實咧比較，你睇下香港有自己一個獨特嘅文化啦，台灣有自己獨特嘅文化啦。其實咧比較，其實澳門自己嘅獨特文化咧，相對嘅咧喺呢個年代咧，真係。慢慢已經唔突出啦。嗱，講真啦，因為咧你要文化可以令到普羅大眾，即係影響到普羅大眾，影響到社會咧，係一件好複雜、好難嘅問題嚟。有幾樣要素一定要有嘅。第一，你一
一定要政治上邊、風氣上邊真係要有自由嘅氛圍。第二就係要經濟蓬勃。咁好彩啦，澳門近嚟即經濟真係好蓬勃。咁啊，亦都好多外購嘅文化節目啊、展覽啊，咁做咗出嚟好高水準，亦都養起咗好多本地嘅文化人俾佢創作。咁但係呢，你要衝破呢個關口，令到一般市民都可以接受得到，亦甚至乎影響到佢哋嘅，其實就要花好長嘅時間去種植物咁樣樣。好啦，你有錢啦，你有文化人創作，但係你嘅內容要打動到佢哋，要貼近到佢哋心諗嘢喎。但係你又唔可以踩親當權者條尾喎。有冇可能呢？嗱，舉個例啊，國內嘅電影，喂，30幾年前攞晒國際獎，大把高水平嘅導演啦。咁結果佢哋拍咗10幾20年戲，拍咁多合拍片，次次都話要進軍荷里活，有幾多個成功咧？你得一個李安，因為李安都唔係大陸人啦，係台灣人啫嘛。台灣，係啊，咁你係要有一個自由嘅土壤，你文化創作，你先至可以打動到人心嘛。中國大陸到今日嘅電影至多係都係大陸裏邊賣貨，你都冇辦法可以同嗰個世界價值咁普世價值掛鈎，即係令到全世界個人都有共鳴。喂，荷里活又得喎，仲咁多年喎，咁點解呢？點解中國又錢夠多啦，仲多錢過荷里活啦嚟家？你而家嗰啲咩 Iron Man 個個都雷神都要有中國資金打入中國嘅市場，做個特別嘅大陸版去放映啦，錢夠晒多啦，但係都係冇辦法有一個自己嘅出品係可以代表到自己嘅文化。唉，你話係咪好可悲？咁實際上呢，我哋嗰個自己文化發展呢，真係慢慢地啦。我哋唔好話講真啦，我覺得咧，澳門好得意嘅，批評嘅人咧係好 Q 多嘅，呢樣又唔得，嗰樣又唔掂。妖，歌手我又冇我識，作家我又未見過。咁當然啦，可能佢哋作品你覺得 level 未夠，唔緊要。咁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有啲人鬧嘅話咧，同時可以提出意見嘅，甚至乎有興趣嘅話咧，咪自己做埋一份咯。咁我覺得自己冇能力做嘅，咁咪俾下意見，有咩辦法改善咯？因為其實已經係好多有心人做咗出嚟啊，即係飯都唔開咁樣做，有好多人都做嘅。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咯，即係唔會話係等於你話開賭場就一定有賭客做生意，計啱條數就做到生意嘅。文化嘅嘢咧就係好古怪嘅，仲點講好啊？好似一棵好難種嘅蘭花一樣咯，俾我感覺就係佢宣傳嘅渠道唔足夠咯，同埋嗰個廣播嗰個渠道係非常之少，因為淨係講一樣咧，就係歌唱啦。咁澳門有其實咧就好多元嘅，好多嘅，澳門好多嘅，勁多。你知唔知道香港係好多流行曲係外判俾澳門嘅音樂人做？係啊，由作品由電影作品嘅配樂至到流行曲作曲、編曲、主唱，其實好多都澳門人有份參與，亦都係水準高過香港好多。係啊，呢個又點咧？之前我睇過。點解會名不見經傳咧？就因為我認為啦，係因為其實你澳門係冇嗰個渠道去俾佢展示嘛。你次次都係圍內做啲 underground 嗰啲10幾人嗰啲場啦，比較大啲係應該上一次比較成功啲。咁再難聽啲講咧，就係直接就係同我哋唯一嘅電視台有關係啦。選出啲歌咧就維威㗎啦，自己人先入到圍㗎啦。講真啦，你而家就算即係呢個，甚至乎唔放喺政治問題，睇翻人口。你而家俾你有個免費電視擺喺澳門度咯，你要收支平衡，其實係一個好高難度嘅動作。冇錯，因為太少人，太少人，你冇廣告，你冇一個有廣告商去 support 住你呢個成個市場。同埋幾十年嚟，大家都睇慣咗香港嘅電視，適應咗香港嗰套娛樂文化。係啊，咁你變咗澳門啲歌手焗住，你要發展咪焗住香港發展，但係香港個樂壇而家眾所周知點解冇正確啊？係眾所周知咧，係病態噶嘛，係 K 歌橫行啦，只係講呢個偶像派啦，嗰啲人唱歌係冇實力啦，就匿下就係個錄音房喺度教音嘅啫，唔教音咧就唱唔識唱歌嘅。唔係做嗰啲雞鴨王咩？其實就確實正正。女嗰啲咧就唔賣身俾某個人咧，就上唔到位嘅，做唔到紅唔到嘅。我驚俾人過誹謗嘅。係啊，我冇講邊個嘅，我男嘅一樣嘅啫，其實。講真啦，甚至乎某啲金牌經理人咧，已經要靠澳門某啲老細愛嚟維生。澳門你哋嘅錢已經多到咁啦，但係點解反轉過嚟就係呢啲流行文化搞唔起？唉，其實真係。咁你轉翻香港角度咧，冇理由無端白事
去捧你澳門啲人啊，或者我香港個大把啲人要捧啦，咁你企喺度，咁我有着數啊嘛，咁你澳門啲人去到咪好難有發展，最尾就係。咁講真啦，你香港近年捧得紅幾多人？因為咁 Q 多年啊，咪仲係陳奕迅。你知唔知道？嗰啲人你上一年啊，實我哋講翻上一年，你知唔知已經排到去話我第一紅色入邊甄子丹？你慘真係。你睇下嗰啲中文金曲，港台中文金曲、無線嗰啲勁歌金曲，你邊首歌真係識唱啊？我唔識啊！啲歌詞又唔好聽，不過算啦，嗰個唔緊要，香港啲人關我哋事冇講。唔係嘅，澳門嗰個我覺得澳門就係、你咁所以呢個係個死局嚟嘅，你最尾可能真係要靠一個自覺嘅公營廣播機構，咁但係問題冇啊嘛。冇啊嘛！個問題太複雜啦，嗱，即係當然啦，我唔排除咧嚇，而家橫琴俾澳門借用咗之後咧，人口激增到1000萬啦，將會我唔夠膽講啦，咁到時候可能再有啲免費電視，有一個好有系統嘅，噏住100萬先啦，冇1000萬，住100萬先啦。係啊，咁即係你好難預計未來，但係現階段我覺得實在係太難啦，無論係電子傳媒或者係平面傳媒係只可以有限度咯，你錢同埋影響力呢下真係至關重要，你要引流行文化。嗱，高雅文化嗰方面咧，我覺得係 OK 㗎，係有好多澳門嘅藝術家已經唔使靠澳門揾食，可以成日出埠去展覽，去表演自己嘅嘢，而賺到餐飯之餘，好夠佢無憂無慮地創作，已經係有一群咁樣人係賣畫喺北京賣畫又有，係咯，去做跨媒體創作嘅又有，已經係好多澳門人。其實佢呢個地方細，嗰個人物關係好啊，同埋即係一個好，同埋政府其實係好多資助俾文化，呢個係好好培育藝術家嘅土壤嚟嘅。咁但係你高雅藝術、高雅文化唔等於普羅文化，唔等於流行文化咯。係啊，仲有呢啲咁嘅文化人有可能會覺得，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人我揾到水，咁就你死你事啦，水浸關我咩事啊？我成日都要出埠啦。一啲啲啦，嗱，因為離地咯，即係一啲啲啦，有好大部分咧，佢其實會係開好多班教人畫畫、教人唱歌啊，咁樣，即係喺教育嗰方面做戲劇啊，佢會教育嗰方面做好多，但係佢只可以做教育，但係就未可以靠佢自己嘅創作、靠表演自己嘅藝術為生。呢度又有一種好似講嗰啲係比較離地少少嘅，同埋佢哋都好醒目嘅，啲創作都係。遠離呢個政治嘅，仲有一種咧好叻嘅搞社團多過創作嘅，係啊，都係社團諗住攞啲資助啊，不斷每批錢攞基金會嘛，攞100幾200萬啲做乜搞攝影、搞粵劇、搞動漫，咁但係其實咧好多個會啊，係咪？好多個會㗎，同事聯合去搞，唔知有咩作品出過㗎，但係又跟住咧又揾到餐晏仔有錢有面喎，登下報咁喎。你咪講緊某個同人咩會嗰個啊？搞咗幾年就聲稱報咗，我記得你頭先講我就記得啦。幾年前嗰個乜鬼動漫展啊嘛，嗰個某個社團咧，即係佢有個網頁咧就 show 俾人睇，佢嗰幾年有咩成果，就畫咗一本好不倫不類、質素非常之低劣嘅呢個同人漫畫。唉，簡直就係啲小學生都畫得出嚟。呢啲咁嘅嘢，佢攞住呢份嘢在澳門基金會攞錢，而咁都可以攞到錢嘅。咁啊，因為玩手段、玩關係、玩政治更加重要過創作咯。係啊，即係人傻錢多，大家都唔係好 care。係啊，同埋澳門呢一種文化山漠。你又咪講佢又幫到你澳門政府交到貨，不停咁樣向外地出進澳門嘅本土文化，唔知乜嘢本土啦，即係。好啦，咁我哋呢一集又完啦，我哋會繼續吹水，係啦，繼續我哋會繼續負能量地講澳門其他問題，其實唔係嘅，我哋都會發掘一啲個人啲嘅嘢講下嘅，唔一定負能量嘅嚇。好，咁下次再見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